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下愉景新城3期12座低層 A 室嘅一個單位。呢個單位係一個3房1套，實用面積652尺嘅單位，而家放售738萬。客廳嘅景觀呢係望向內園景，可以望到愉景新城泳池嘅風景。跟住嚟到客飯廳嘅位置，客飯廳呢度呢可以擺放一張4人嘅餐台，無論係圓形或者方形都係綽綽有餘嘅。跟住嚟到廚房，廚房呢，我哋可以見到佢已經擺晒家私電器，空間感都仲係十足。之後嚟到客廳嘅位置，右手邊呢邊可以放一張梳化，而左手邊可以放一個三角形嘅櫃同埋電視機，咁就可以充分利用鑽石型嘅廳。跟住去到客廁。客廁呢係一個名廁嘅設計嚟嘅，咁非常之光猛，亦都唔會咁潮濕，而且佢係用浴缸嘅。之後我哋去到第一間客房，第一間客房左手邊呢可以放一張床，右手邊可以放一套組合櫃，咁就充分利用咗梯形嘅設計。第二間客房採光度十足，係一個四四方方嘅房嚟嘅。景觀方面呢，就係望返向內園景啦，同埋荃灣市區少少嘅市景。之後我哋睇下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採光度比頭先兩間房更加高，係一個長方形嘅房，所以實用度非常之高。景觀方面呢，就係望返荃灣市景。跟住去到主人嘅套廁，主人嘅套廁都係一個明廁嘅設計嚟嘅，所以相對暗廁嚟講呢，冇咁潮濕，亦都非常之光猛。3期12座呢個單位呢，就睇完啦，我哋即刻去睇下下一個單位。跟住我哋睇下愉景新城7座高層 E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610尺。呢個單位係一個3房1套嘅間隔嚟嘅，由門口一入嚟就係一個客廳嘅位置。喺客廳嘅右手邊呢，我哋可以見到套電視嘅組合櫃，而左手邊呢，我哋可以放返張2人半或者3人嘅梳化。至於景觀方面，就係望返翠綠嘅山景。跟住我哋睇一睇飯廳，飯廳業主放置咗一張活動式伸縮嘅餐